我们同工呢？好，有。好，我们跟会众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祷告会也能由我们这一群年纪比较中的来一起来服侍，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借着今日的祷告，让我们审视神在我们生活或家庭、职场、妻子、亲子之间的关系，及本身健康状况的祈求之下，有所装备。每一次祷告，我们都相信神已经俯耳聆听，且赐下你所求的恩典。但是，请问你开启了心门吗？或是仍然用固执自我、已有缺口的老旧带来迎接神的恩典？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且告诉你，他要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装备了吗？你的信心移动了吗？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相信，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状况，或许是我们心情非常困窘，已经困扰，已经不能解脱的时候，但是神，你要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心，我们因为你信，是战胜了这世界。圣经说，圣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说，5章第4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借着今天的祷告，让我们再一次在圣灵的充满中，我们依然的享受神依然爱我。我们诗歌。我
主啊，依然爱我。真的，为什么苦难在我们生命中？有时候我们常常轻易把它挪开。为什么病痛在我们生命中，好像漫漫的长夜找不到尽头？主啊，真的，我们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我们向你宣告，我们是软弱的。求你圣灵来提升我们，刚强我们，从我们里面产生刚强的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的时候，虽然短短的歌词是这样，但是我相信你依然爱我。主啊，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的前方。亲爱的主，真的，我们不管在职场，我们不管在家庭、小孩子的，还有本身的健康，或是夫妻的关系，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遇到这个困难。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用圣灵来提升我们。我们要借着你成为刚强的人。漫漫长夜无去。
相信你的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要举双手赞美，是人中能相助有常。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是我刚强。圣经约翰一书5章第4节这样子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此时候，请大家一起为自己认罪来祷告，因为神要我们洁净自己，认清我们自己的罪，恳求神赦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纵然先祖亚当、夏娃未能恪遵你的诫命，为撒旦的谎言所迷惑，离开你，伤心了你，也使我们所有的人成为罪人。然而，你不因为我们的罪而发怒，而记恨。你的爱信实不变，依然爱我们。你的爱何其的伟大！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圣经上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和力量，总带给我们信心和帮助。你指引人活出价值，活出意义，因信称义，就得能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授予我们权柄来管理世间万事万物。引以为荣的我们，也应积极地宣扬主的救恩，让更多的人的生命能够得到拯救，来作为对你的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充满了感谢。主啊，我们有很多的福音事工做得不够多，我们愿意以认罪悔改的心境表示对你的亏欠。求你同在，刚强我们，感谢你。特别我们也为自己常常冒犯你，得罪别人，没有活出你的荣美的形象，深切的反省。求主帮助我们除去世俗的私欲，帮助我们不因患难当头就灰心丧志，不因环境恶害就来胆怯害怕，不因身体的疾患就彷徨不安。我们应该对主充满了信心，不为所动，用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谢，相信我们所依靠的主是全能又信实的神，
是永远爱我们的神。再次感谢赞美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神说：“忧郁烦恼压心头的时候，我父知道，且将一切的喜乐、平安白白的给你。”我们其实的确，有时候，我们要常常喜乐。的确，有时候我们会责怪神，为什么你的苦难你不将它离去呢？身心都沦陷，漫漫长夜无尽头。主啊，你白白赐的喜乐平安，求你不要远离我。现在我们请大家为自己能保持常赞美、常感谢的心来祷告。
是全能的神，万王之王的子。感谢你从日出到日落的时光，在你的保守之下安然度过。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行过的工作，你的美善和祝福总是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在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前方的盼望。每次想到你的良善，我们的心里就充满感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我们为你眼中的宝贝。从创立世界以前，你就爱我们，拣选我们，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你慈爱的话语和使人意外的平安，滋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在困境中继续走下去。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信心和耐心，让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选择信靠你，在得时不得时都赞美你。你使我们的心充满从你而来的喜乐，天天高举你的救恩，活出你为你中心的生活。亲爱的天父，你是公义的神，和平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感谢你在我们国家来掌权，并赐下智慧给我们的总统和执政团队，在各样的局势中都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分辨是非，行神眼中为正确的事，做出合乎神真理的决定，在属灵征战中成为一个得胜的国家。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赞美、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做事有定时，不管我们在高山或低谷的时候，神你都眷顾。你要我们相信，就必能得福，而且要常常祷告，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常常喜乐，相处祷告。流泪
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恳求你让我们在祷告中，你所应许的，所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都能珍惜，我们都能有敏感来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平时神引领的前面的路程，他要我们警醒、敏锐，在每一个时刻，神期望我们有展望，能有重新得力的新生命。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来的力量，我们是由你那边来得的力量。我们要为展望新的生命，更需要从传统中精选出有优良的典范，要求随时装备自己，成为可以重新得力、可以为神所用的器皿。主耶稣，主耶稣，你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主耶稣，愿我们的生活每一个时段也能够活出神的爱，活出爱。从天而来，地上高。
圣经提多书2章11节、12节说：“因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素食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的来度路。”提多书因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路。请大家一起来为展望新生命，装备自己重新得力，成为可被神差遣的器皿。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自2019年12月爆发起武汉肺炎，全球有6亿人口受到感染。这个 COVID-19 影响228个国家，台湾也深受其害。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你用你的宝血遮盖着台湾，让这 COVID-19 的疫情的风险在台湾降到最低程度。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你要我们台湾这个岛，你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岛屿看见了新的生命陆续降临在我们四周围，让我们有更好的盼望，见证福音的大能。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愿万国都平安，愿万民都有你的救赎。唱歌来感谢你，感谢主，你给我们台湾有很好的领导团队，能够监护台湾安居乐业，能够击退外来的侵略。愿圣灵常常临在台湾，固守这个美丽的岛屿，不受任何外来的欺凌，让市农工商都能蓬勃发展，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能与我们同站在一起。主啊，我也祈求你能够让我们互相教会，在夏牧师、谢牧师以及所有的同工的领导下，能够有新的展望，重新得力，带领我们走向新的境界。当我失落，当我疲倦、心负重担的时候，我将祷告你的来到。我要将我心中的软弱向圣灵展开。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你将带领我站立在群山顶端，走过狂风暴雨，让我重新得力。我必是刚强的，愿主赐福鼓舞着我，让我能够超越自己，重新得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活出爱。你的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再回到你的面前，在圣殿里面，我们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用诗歌
来向你赞美。神啊，在这个变动的世界，我们看到极端的气候，北半球像燃烧起来一样，有地方缺水，有地方变成火烧山，有的地方又有狂风暴雨。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发现我们人是多么的脆弱，若没有你的恩典，若没有你的保护，我们人实在无法对抗。求你怜悯，让我们这个地球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气候，让每一位在地上的子民都得着你真正的平安。神啊，求你怜悯我们教会这几天有多位兄姐，他们遇到车祸受伤。神啊，求你怜悯，因为你的保护没有过多的伤害，但是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得到健康。特别求主来保护我们，在这一个邪恶张狂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向恶灵来宣战，是因为主要保护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堡垒之下得到真正的平安，赶出一切空中的邪灵以及所有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得到神的保护，就得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感谢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将我们的祷告摆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开口或是没开口，在你面前所做的恳求。主啊，求你应许，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前面的同工，还有我们的赞美团，谢谢。我们请回座，我们请回座。我们今天带领的团队，大家有没有感觉耳目一新啊？再一次热烈掌声可以吗？感谢主。刚刚我看到有一张要介绍的，对不起，我单子。我一边报告一边来找我的资料，对不起。先做一个报告了啊，先做一个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天哈，我们这个礼拜天的一个敬拜哈，本来是圣歌队的服饰啦，但是因为他们很多队员呢还在恢复当中，他们想说能够用乐器来赞美主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乐器第一次真正到主面前要来我们的弦乐团要在主面前一起来敬拜神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主的喜乐而得来的平安没关系，我等一下再做个介绍就可以。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请各小组呢，我们预定要在9月11号开始我们新的一季的我们的幸福小组那可能因为疫情关系有很多难度，但是期待不论是一组两组都可以我们希望能够新的幸福小组的组长你们的组名团名还有你们的副长，还有我们的要准备所要开的时间地点能够报到我们办公室来，我们能够把它做一个整合。那我们在9月11号就要开启我们新的一季的我们的幸福小组一个传福音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那刚刚我们这一个团队是我们的以赛亚牧区，特别是鼓励小组我们的小组长也都在这边他们真的很努力一起练习了好多次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平常他们是习惯讲台语啦但是他们也能够我们用华语来带领我们所以以后我们说国语的也会带台语，这样才厉害期待我们弟兄姐妹无论老少年，大家都能够在主面前开心的歌唱一起赞美主一起赞美主。那
我来做一个介绍哈。今天第一次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就是刚刚鼓励小组的林欣欣姐妹，林欣欣姐啊，姐妹到那边拍手欢迎她，欢迎她。还有另外哈，我们美满姐她的好朋友哈，就是廖耿杰、王嘉文，他们是一对夫妻，在我们当中吗？好，来拍手欢迎他们，来，欢迎你们啊！还有带小2个小朋友，可爱的小朋友，欢迎你们哈，欢迎你们。我们感谢主哈。虽然疫情哈一直期待说能够降到个位数或是百位数，但好事还是2万多，为什么都不停呢？是不是有人重复感染？真的想不通哈。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心应该是比较安静的啦，觉得说反正得到没得到哈，就像感冒一样吧。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勇敢的面对这样的可能新的疫情又要来哈，新的变种。不过我们真的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都健康，我们的保护习惯已经都养成了哈。那但是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体能啊，加强我们的免疫力呀能够遇到病毒的时候不会受影响，那才是我们再过来所要面对的哈。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慢慢恢复在全盛时期我们的祷告会非常的热情哈。还有我们的做主日礼拜也是大家都回到主面前，那我们彼此激励，有的可能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呢，我们可以鼓励他们，邀请他们一起回到教会来。我觉得在现场，特别是祷告会哈，在现场一起祷告，一起画阿们哈，哇，那个感觉非常的棒哈！感谢主，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祝你平安喜乐，好不好？哎，好，我们开始小组了，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